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去越南访问，伊伫越南话讲要和越南建立命运的共同体。也那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才有去越南访问，当时伊是讲两国要进行全面战略谈判的关系。看起来外界分析讲，中国和美国在互相比拼的意图真明显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6冬外了后，佮一摆访问越南。伊12日和太太到河内的时阵是受到盛大欢迎。所来，习近平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是举行会谈，提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，宣布伫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顶悬，打造中越命运共同体。我同阮富仲总书记到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。 开启了新时代中越关系的新篇章。下当注意的是，习近平嘴讲的命运共同体，用语是 shared future 来表达越南语嘛，翻作共同的未来。两个是家己讲家己的，不过两国的关系是用这来有关站级。有评论讲，已经超过美国和越南伫9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中越双方嘛，暂时甲历史恩怨放一边，签37项有外交、海警、铁路、电信、航步，或者领域的协议，其中包括伫南海北部湾做联合巡逻，嘛设热线来处理渔业事件。外界认为这是能够伫南海争端甲小套的意思。事实上，中越的经济关系真密，中国是越南上大的贸易伙伴，当年双边贸易额是要到2000亿美金，中国嘛是越南上大的外来投资国。越南是执行叫做“德啊外交”的政策，就敢若一支德啊，底是真稳固的，但是顶悬煞是会当调整的。越南避免伫美中之间选要徛对一边，甘愿和双方拢保持好的关系。不过分析认为讲，南海未来同款是中越利益上大的冲突点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